牧师主来兄弟大家平安。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我这个土的器具，通伫新的主日，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过来，我要代表客选委员会甲客家的教会向大家说谢，因为常年教会久长以来，为了客家的宣教事工，有侪侪关心支持甲带导，嘛伫奉献的顶悬有真大的帮助。所以今日是用一个客人的身份来向大家说谢，来这个所在甲大家分享。我是美浓的客人吼，美浓啊，美浓啊。美浓啊，无毋对吼。美浓的人真臭，很臭屁了吼。你敢知影美浓的人两句话哦，实在是很臭屁啊。第一句话是讲，照上照下，毋当美浓山下。你照片全世界，拢不如美浓的山骹。哇，太臭屁了吼！第二嘞，伊讲什么叫做美浓诶？美浓就是美的化不开的浓，美的化不开的浓哦。佮多变讲哦，就浓的化不开的美哦，所以这个叫做美浓啊。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，不过美浓是我的故乡哦。是我所怀念的所在，嘛是一个真正足水的所在。我今日爱用，假如我都用客话讲的，我是上欢喜啦吼。不过我安尼讲，你就惨啦吼，你拢听无啦，你真无好啦吼。不过我的河洛话吼，真好听啦。你拢听有吼？听无爱甲我讲啊。佮另外吼。我的河洛话有一个客人腔啊，有无？足细伊听会到啦吼。不过安尼听应该是无差啦，吼是安尼。所以今日实在是非常欢喜，用一个美浓的客人，佮代表客选委员会向大家说谢吼。非洲之父啦，吼，非洲之父 Livingstone 吼，伊捌讲一句真出名的话吼。讲上帝只有一个囝吼，却互伊叫做宣教师。因为Livingstone是做宣教师，伊知影伊的艰苦是为了非洲的人付出性命吼，所以伊用这句话留落来讲，这是互阮后代的人收到伊这句话，就知影讲做宣教师真正无简单。保罗的老爸吼，只有一个囝，当然是保罗。保罗有一个姐姐啦吼，但是一个囝吼。本来保罗老爸毋望保罗食做犹太教的神学家，不过上帝竟然互伊食做使徒，嘛食做外邦的宣教师。但是保罗无收到啦吼。保罗本身后来食做整个教会历史中间第一位伟大的神学家，超过伊老爸所期待的。讲到李修牧师，较侪人知影马偕牧师哦，较侪人知影马雅各牧师，较知影讲巴克利牧师哦。但是李修牧师，较少人提到伊，嘛较少人捌伊吼。其实伊真特别啦吼。伊伫1867年来到台湾吼，当时那27岁尔对。对于1869吼，就去到教会爱学台湾话嘛，又去教会5年的中间吼。伫台湾主要是南部，后来有东部嘛有一间啦吼，开拓13间的教会。
但是非常可惜了197939岁尔，伊就过身了吼。所以汉尔短吼，伊留了5个第一了。第一是讲，伊是英国长老教会派来台湾第一位的牧师吼。第一位宣教师是马雅各医生，伊是长老。通过医疗团队吼，有人信主，但是长老袂使甲人行洗礼，所以就来对英国来派一个牧师来。伊是第一位吼来到台湾的英国的牧师。第二第一吼，伊是第一位学客话的牧师，向客人传福音吼。上时嘛设立伫屏东啦吼，今仔日的新埤吼，当时叫做南华吼，甲建光庄这个庄的教会吼。第三个第一就是伊，把克里博士也未来进前，伊就开始栽培台湾在地的传教者吼，叫传道书的养成班吼。所以实在是一个足有眼光的人吼。第四个第一就是第一位去到东部宣教的牧师吼。第五个第一吼，伫今仔日来讲嘛，也阁是非常的先进吼，对推动女学啦吼，对爱互女性来去到学校来读册。伊嘛是第一个推动女选事工的牧师。伊39岁过身了吼，但是伊的牧师娘继续留落来，继续伫台湾，特别伫做女选的工作，做了非常的好。所以我特别读到这段历史吼，我心内有真侪遗憾啦吼，有真特别的期待吼。假如给我10年还是20年吼，绝对毋是13间啦。到26间，搁较侪吼，可能60、70间的教会，伊我就开设遐尔侪的教会。讲伊嘛，我就食做巴克利博士真大的帮助。当然，必然包含客家教会，因为伊是第一个，嘛是后来足久长罕得有学客话宣教师的一位啊。所以虽然安尼。真少年吼，安尼过身了，但伊个脚趾，特别讲客家宣教士吼，伊是第一个爱提起的一位，爱去少年，甚至爱尊敬的一个上帝罗卜。今日主题是讲马其顿的何写吼，其实这个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16章内面所讲起吼。保罗为什么去到马其顿吼？这是保罗。伊有3遍的宣教的旅程啦吼，这是第2遍吼。对安提阿开始向西边，去到本来宣教迄个当时的亚洲的北边啦吼，结果讲圣神甲伊阻止吼，伊就向西边。结果讲耶稣的灵嘛甲伊阻止，伊就向南边啦吼，就去到特罗亚。后来嘛，伫提罗亚记录以上，就是今日我所讲的马其顿的何写，伊就对提罗亚去到马其顿第一个城都是腓立比了吼。这是保罗行程上远、范围上快的一边的宣教旅程了吼。当时保罗同工吼，2位是真明显的吼。第一位当然就是西拉。伊是有罗马公民的迄个少年上时真杰出的一个同工吼。第2位就是提摩太，嘛是搁较少年吼。伊是伫罗斯德，第一遍保罗第一遍传道的时阵伫罗斯德引出来信主的。这边嘛经过遐，保罗就带伊吼，伊就食做保罗真好的帮赞啦吼。保罗甚至称提摩太是伊属灵的囝吼，所以伊甲保罗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吼。路加医生吼是使徒行传内面看袂出来吼，但是阮等下就知影讲原来
有一个人就伫遐等，这是嘛上帝计划咯。伊向南边去到迪罗亚的时阵吼，有一个人伫遐，迄个人毋是别人，迄个人就是路加医生咯。伊后来真侪当保罗宣教的同伴，嘛真侪鼓动保罗该照顾伊的身躯，照顾伊心灵，嘛足好宣教的同伴。我特别讲到马其顿的互写吼，都认为讲这个互写就是上帝通过圣神对保罗的感动吼。不过其实我嘛会使更较深去理解为什么这个异象会出现了吼。通常异象吼袂安尼突然间出来，既然正经两边周记了吼，即摆来到迪罗亚，伫遐顶台中间，为什么吼？特别去到马其顿，去到菲律宾吼，真大可能了吼。路加是菲律宾的人，但迄阵伊去到迪罗亚，所以拄着保罗啊，上时甲伊分享伫菲律宾这个所在真大福音的需要，可能甲伊讲几啊日了啦吼。保罗心内伫遐憔悴讲，我即马要向东咧，嘛是要向西啊。结果上帝真奇妙了吼。16章第9节就讲，黑暗吼，保罗看见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吼，甲伊困求吼，车过来马其顿帮站湾。异象吼，较少用困求的吼。异象就看到什么，就爱伊去做什么。但这是人徛咧个困求，可见吼，上帝已经准备好势伫马其顿的迄时候，特别是菲律宾这个城，足侪人遐较无福音，较无上帝救恩吼。所以这是合理的，推论讲是路加分享了后，保罗产生负担。当然，上帝嘛有家己的计划，就用异象来感动、引带保罗，甲伊同工去到马其顿吼。迪罗亚吼是亚洲讲小亚细亚的西边啦吼。这迪罗亚是一个足特别，嘛是真出名的古代城市啦，都是。木马屠城记哈，都是伫这个所在。后来有考古学家去研究，确实是这个所在，无毋对哦。荷马史诗啊，都写到这个特洛伊战争了。本来真侪人无相信讲这是假，后来竟然有考古学家发现啊，无毋对，都是伫遮。所以上帝嘛真奇妙哦，竟然用古代足早以前的迄个册媒的诗人所留落来。一个战争的所在吼，像是真重要的所在，竟然伫迄个所在，上帝的异象安尼出现了。去到马其顿就是过爱琴海咯，去到澳洲啊吼，所以福音传入马其顿吼，其实就是讲福音对亚洲传到澳洲吼，这一个新的开始了吼。所以真侪所在拢会使去啊，吼。为什么都爱去遐？所以这个背后，我当然会使讲一句话啦，拢是伫上帝宣告的计划中间吼。所以马其顿的互写今仔日吼，较毋是讲某一个所在啊吼，对佢叫做一个象征吼，象征讲上帝呼召一个人，也是一群的人，向福音也未得到福音的人去宣告这款的互写吼。所以今日马其顿的互写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啊？可能有人讲哦，爱去非洲传福音哦，我爱讲歹势啊。非洲75%的人是基督徒啊吼，所以你去非洲吼，会互人笑哦。伊会问讲，恁台湾偌侪人信主哦？所以非洲绝对毋是今仔日的选择啦吼。因为非洲伊太侪人
已经归向上帝了。所以马其顿的火车可能不是足远的所在哦，嘛是可能伫阮的四周围。第一是当然两种的统计了吼，基督教内面讲有到8%吼，不过内政部统计应该5%到6%了吼，表示讲94%到95%，也个是伫台湾了吼，也个是也未信主的，所以。今仔日阮个台湾的今仔日的马其顿地队，就伫阮的四周围。因为我是客人，我等者过来讲吼，今仔日搁较需要的所在，毋是足远的所在，就伫阮的身躯边，就是阮的四周围的侪的客人吼。保罗看见即个异象吼，就讲阮随时准备要去遐吼。迄个阮表示讲作者吼伫内面啊，因为既然是写作的人是因嘛吼，他们吼，即嘛阮是我们，表示作者伫内面，所以路加就开始对德罗亚参加即个团队，就向马其顿去啊吼，因为讲确信上帝有呼召阮去传福音互马其顿的人，所以。读书道行传吼，真侪学者拢会讲一句话啦，请你爱说伊哦。伊讲因甲讲阮的时阵吼，迄是足无共款吼，因为表示讲只要阮出现，表示讲路加就伫因的中间吼。当然去到遐是毋是一日就够，因为是有海港。入去了后，嘛加个讲内陆了吼，因为有罗马大道了吼。就去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吼，就是腓立比城。腓立比吼，原来就是腓力的城的意思了吼，就是亚历山大吼，纪念伊老爸腓力王吼，所以迄个所在可以用老爸的名改号名，叫做腓力的城翻译就是腓立比了吼。这城市为什么？亚历山大哦，竟然爱用伊老爸名来号名哦，绝对有伊原因啦。第一是对亚洲去到欧洲的大门啦吼。第二咧，伊是贸易吼、生理、交通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嘛是农业吼发展的所在。有一项吼，是古代真无简单哦，伊是古代医学教育的中心。用现代的讲法就是讲，菲律宾有一间的什么啊？医学院啦吼，医学院啦吼。所以可见迄个所在文化嘛有相当的悬吼。无你要安怎教导医学吼，这个教导的所在，栽培医生的所在。所以这款地理啦、交通、贸易啦、吼文化迄款的特色吼，可见上帝引传因去到迄个所在，表示讲。有上帝真奇妙的计划啦吼，所以叫做一种的讲策略，甲基地就要设立伫菲律宾，了后嘛通过这个向西面、向国较快的所在来宣扬福音啦吼。所以菲律宾教会就伫这款情形下面来设立啦吼。阮特别拢会讲吼，菲律宾教会是保罗伫欧洲所设立的第一间的教会。但是菲律宾教会毋是伫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啦吼，意思无共款啦吼。因为罗马教会佫较早就已经设立啦吼。因为五旬节的时阵，有对罗马来参加五旬节的，过节了，才人登去到罗马吼，因就伫遐设立伫罗马家庭教会。所以伫保罗写批互罗马信徒讲罗马书的时阵吼，罗马教会大约是5-6间啦吼。这是今仔日的学者的研究吼。所以菲律宾教是保罗所设立欧洲第一间吼，嘛叫做保罗伫欧洲宣扬福音的基地吼。因为伊无受到的中间吼，竟然菲律宾教会有发挥遐尔大困难。加做伊鼓动迄款的支持了吼，今仔日可惜了吼，因为
要读到更较矫正哦，也该读到16节后壁哦，一直到37节吼，我稍长。但我虽然后壁无读，但是后壁故事我嘛知影吼。所以这间教当然第一是今日咱所读的经文，就是路底亚吼，伊甲伊全家，甚至因兜的工人嘛有信主啊吼。所以，伊是这间教会内面足好野的人吼，像是伊是亚洲的人，都是16节后壁所记载，就是讲这个愈会落力吼，因为贵父心，所以主人靠伊这贵父心来得到真大利益，就台湾所讲的算命啦吼，啊，你来甲我算，因为贵拢知影你以前安怎吼，所以就通过安尼趁足侪钱，但是交了保罗的传教，所以保罗甲伊赶过吼，结果伊的主人就安尼长夜在路啊啦吼。伊的主人就足生气，就联合比啊遐伊的讲迄个九兄弟吼，就混乱，佮拍保罗，佮将保罗送去寡妇吼。迄寡妇嘛莫名其妙，竟然将保罗佮拍，佮甲伊拐入监狱啊！但是真奇妙哦，竟然后壁的经历吼，保罗受拐受拍，莫名其妙，应该是埋怨，但是伊半暝吼，伫遐吟诗俄罗上帝，大地动哦，佮相时咧，家的门开，锁链全部落落来哦。所以伫苦难中的迄款俄罗吼，是一个逃亡的困难吼。这是后壁记载真特别的说，相时因为迄国家的吼，就是讲监狱的警察啦吼，惊到要死，要自杀吼。保罗说来甲伊阻挡，相时足出名一句话吼，就伊请因去因，当然伫监狱个边啊啦吼，就去因兜，相时咧。伊就向因兜人传福音，一句话吼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怎么样，都必得救。伊真正哦，这国家应该全家都安尼信主，个后壁迄个记载国家个全家充满欢喜了吼。所以看出来吼，这间教会第二种的人就是迄个愈会落力了吼。第三就是迄个国家的、迄个家业的迄个全家吼。路底亚是足富裕的官阶级的人，迄愈会落力吼。我等者个解说，是足低阶级的人。佮迄个国家业的国家的，因全家是中产阶级的。三种无共款阶级的，竟然我都伫一间教会吼，像是我都合入吼。实在是真无简单。当然我讲哦，圣经内面无明明讲过，这个愈会落力，食做教会的会友，无安尼讲哦。但是哦，大家会使想象哦，何贵负心遐久，主人通过伊趁钱，即摆已经得了头网啊，请问啊，伊敢会清清彩彩就放弃？袂啦吼。第二咧。伊的主人既然无法度对伊成就得到任何利益啦，所以主人会安怎？该卖掉啊！落力是有法度买的吼，所以合理的推想了吼。伊的主人都该卖掉。当然，保罗嘛得到这个消息了，随时甲路底亚讲了吼，我们就买那个赎金了吼。譬如讲，当时落力大约了吼，是当时的那个银币吼。denarius 吼，30个，意思就是讲30工的工钱啦。他说一日工钱1000块，就是3万啦吼，所以就付3万给伊卖吼。了后咧，伊就食做自由的人，像是已经经验到贵对的身躯离开，得到救恩，所以就加入伫这间教会哦。所以这间教会真特别。阶级差别遐尔大，种族无共款。迄个罗列是应该是希腊人啦吼，佮即个国家是罗马人，
种族真无共款，所以大多啊，丢了传开始祈祷的时阵，相连教会吼，当然这条是好路，个华，个顶一条是华语啊，个还个英语的吼，个拜六和昨，还个客语的吼，迄个团契一年礼拜，这是一个多元的一间教会哦，无简单啦吼。菲律宾教会就是破这个阶级种族伫圣经内面合一吼，这不是人的工作了吼，因为一句话啦，人吼同质性越高吼，会愈会做伙啦；异质性越高吼，越困难。结果这间教会唔是哦，讲异质性哈你要管。竟然我都合一，这不是人的工作了，嘛不是靠人的迄款的什么意志了，我都去克服的，完完全全是信心的工作，破，拢伫主的内面食做一体。伊唔领这间教唔领是在地传福音，佮长期支持保罗甲伊同工伫，当然是澳洲了吼，宣告。嘛，相信后来佫奉献，袂少的钱去帮赞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所以这间教会吼是一个非常投入的宣告一个教会吼。所以保罗写批互菲律宾教会时阵就讲吼，恁对头一日到现在吼，恁拢有同心协力伫传福音。第一日开始哦，到今仔日。保罗写批的时阵，保罗已经受拐入罗马吼，所以这间教会吼，一直甲保罗保持有真密切的关系吼。唔领物质上支持保罗，当保罗受拐的时阵，我派一个人叫做以巴弗提吼，去甲伊照顾保罗。讲迄家是软禁吼，毋是真正拐入家内面吼。所以，这间教是用真诚恳的贴心吼，真密切的祈祷、实际的行动来关心保罗甲伊同工宣告一间教会。所以，这间教会真正是贴，毋是形容词，毋是名词，贴就是动词了吼。伊用行动来表现这间教会特质了吼。过来就是这间教会。佫较特别的吼，到近吼，我读遐尔侪，我驾驶要驾近20-30年吼，足侪 commentary 哦，拢讲到这间教会讲路地安怎吼，这间教会是女人平等的教会，我唔捌看到任何一个迄个注解册讲到这句话的吼。但是实际上，伊都是安尼吼。所以今仔日吼，我伫台湾，特别台湾的女权相当强，是全亚洲第一的吼。所以，我都用女性的角度，倒转去看这间教会，伊有啥物特质。我要讲哦，圣经内面无明讲，圣经拢爱去解释，那我就明白了吼。所以，这间教会是女人平等，不是男女啊，是女男平等。绝大部分的社会吼，拢是讲男尊女卑啦吼，唔爱讲啥物100年前的台湾是安怎，唔爱讲50年前的台湾社会是安怎。我有一个表妹哦，伊初中毕业吼，伊阿嬷就买好物件，规日啊全部都买好啊。伊就讲初中毕业就会使啊，爱去做工啊吼。伊考到偌厉害呢？伊阁要读册啊！读高中伊都无爱回读啊！表示讲吼，阿嬷吼有迄个男尊女卑的思想，伊嘛将伊的即款思想迫害伊家己的孙女啦。这全世界拢发生的代志哦，但是哦，真奇妙啊！这间教会哦，是女人平等的教会。为什么？
为这间教会出现不是一个啦，应该有一定非常杰出的女性啦，吼。啊，这个无去好好研究都未发掘出来吼，所以这个特别爱强调，更爱强调了吼。所以今日我来到少年教会，佫有位女牧师吼，伊嘛足杰出非常好的服侍，所以这个都是真大改变了吼。我读新人院的时阵，我迄班吼无一个女同学，给我一级的吼有一个。下我一级的有两个，我迄届哦无半个，即马咧我伫上一教册哦，看落去哦，女生有时比男，女的学生比男的学生佫较侪。即马是台湾教会、基督教会真大的改变啦吼，嘛是一个真了不起的所在哦。好，即马来讲路迪亚即个典范啦吼，圣经内面一句话尔都过啊。伊是讲卖知识部的负责人吼，但我知影吼，古代吼，保罗时代啊，知识的泥跟燃料吼是非常少、非常贵的。所以我在泥料去泥这个布，绝对是较好的布，做出来了后知识布，只有王家贵族买得起嘛会使穿，一般平民是袂使。总讲领导好嘢，你嘛袂使穿哦。所以我就想象啦吼，路迪亚是做这款的工作，所以是卖知识布的吼，毋是伫在地，是运去罗马买着迄王家贵族。所以我用一个真简单的解说啦吼。你去菜市啊吼，300块嘛买着迄个手提包吼 ，LV 的咧爱偌济啊？毋免300万啦吼，3万爱啦吼。有人讲买袂着啦吼，10几万是正常啦吼。300块甲10几万哦，差伫对的，所以。用现代讲法咯，路迪亚是啥物人？古代 LV 的头家啦。你敢知影？今仔日迄法国 LV 的头家是全世界第2好嘢安尼，全世界哦，毋是法国哦。所以路迪亚是非常好嘢，但是伊毋是单单好嘢尔哦。佫是成功企业家，伊顾家佫详实咧，伊的事业佫成功吼。常常事业成功吼，家庭都袂过袂好势吼。但是伊是两个人过啊足好势，所以伊了不起哦，实在是一句话就过啊吼，无解说毋知影伊了不起吼。第二是敬畏上帝的人吼，伊参加一个安息日的组织的。应该是犹太人组织啦吼，伫遐一个祈祷吼，因伫遐做伙祈祷吼。结果保罗去到遐，甲因传福音，结果伊是毋领听吼，非常认真听，听了后领受个信主。圣经内面讲，因甲伊传家吼，当然信主了后，伊就请保罗去到因兜啦吼。向因传家，嘛请因兜的工人做伙听保罗宣讲。了后当然，伊传家信主，圣经应该加下骹应该加几字啦吼，甲真侪工人嘛信主咧。所以伊毋是单单顾家己哦，家己信就好啊。因传家甲因为应该说工作啦吼，伫遐工作的人。让我有机会听到福音来领受上帝遐尔大恩典呢。过来，接续讲吼，讲无久啊吼，讲后来吼，伊恳求阮讲吼，你若看我有真实信主吼，请来阮兜，请来住阮兜吼。伊安尼甲阮强留地吼。迄
迄强老弟吼是一个足强的语言啦吼。结果保罗讲碗就流落来吼，保罗甲伊同工吼。你读保罗的批信，你读保罗的讲生平啦吼，你知影保罗一个足强的个性吼，伊无凊彩接受人的送伊的物件吼。第二吼，伊绝对无凊彩带废话因兜安尼啊。你去看伊的作品就知影吼，伊是甘愿家己做苦工哦，迄支帐篷哦来支持伊的同工的需要。竟然哦，保罗接受伊即款的邀请去带因兜，毋是一个人带哦。保罗、西拉，过来咧，提摩太，佮罗家4个人去带因兜咧。假如我明仔载带4人去恁兜安怎？莫讲带恁兜啦，因为你请我食饭，你就可能心内就丢度啊啦吼。上次毋是短期的是带去因兜，也是强留因留伫遐。保罗我都接受到，伊的确保罗感受会到，伊即款的辛苦，伊真正会疼。若无保罗个性，就绝对袂接受了。所以即款的伊个，讲咯，真正贴心会感动人啦。保罗嘛改变伊的个性的过去的做法吼，去到因兜。所以即项代志吼，接待人客。这是路底亚真大福气，上时菲律宾教会、家庭教会伫对啊，都是伫路底亚引导啊。你开放家庭，因全家的人，遐工人，遐女的劳力，佮迄个国家的全家第一批啦吼，都去到引导，后来佮真家嘛去引导啊。开放家庭吼，对特别是台北市哦，大都市的人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当然，古代空间无共款哦，嘛无简单啊。所以，领先你家庭教会哦，接待的人是愈来愈多了。所以，辛苦接待的人，也是感动保罗，嘛流露汉尔水的脚趾吼。我就还今日来笑念伊了吼。当然是菲律宾教会真大机的条啊吼。但是请大家注意哦，保罗写批写菲律宾书的时阵，完全无讲去路底亚。为什么？照讲吼合理啦吼，应该讲，搁一面提起路底亚所做所行吼，所讲。但是为什么无爱讲？因为保罗用是搁较开阔的，无论领导偌好呀，无论领导是偌卑微，伫菲律宾教会内面拢是一体，拢是平等，所以真奇妙哦，合理啦吼，合理的推想哦。保罗一直讲起路底亚那对啊，菲律宾书哦，你敢有看到路底亚？没有咧，无咧。为什么哦？这都是保罗的教会观，伊的神学，伊对人的理解吼，无因为某物人对我特别好，我就一直讲伊无的。因为伫主的内面，无论身份地位，所有的伫主的内面，你有真心，拢是主所疼，主所欢喜的。马其顿的好写吼，一个开始我就讲，对上帝呼召阮吼，向也未得到福音的人来传福音哦。我开始就讲啊，台湾的未得之民哦，无伫提比啊，无伫非洲啦，都伫阮的身躯边哦。迄都是台湾差不多467万的客人。行政院吼，客家委员会有统计吼，相等。双重承认的吼，有660万。什么叫做双重承认？譬如我爸爸是客人，我妈妈唔是，但是我承认我是客人。也讲我妈妈是客人，我爸爸唔是，但我嘛承认我是客人，叫做双重承认啦。迄度都660几万，单一承认了467万。
不论多一种啦吼，就是讲台湾，阮的四周围都有遐尔侪客人，可惜了吼。台湾客人信主的比例哦，0.5%。整体来讲，大约是台湾是5%到6%吼，但是客人只有0.5%，1%都无够。但是伫马来西亚的东边叫做东马吼，有一个州叫做沙巴州吼，遐客人吼，信主的是35%，35%比台湾加偌济啊！佮我的祖先的故乡是梅关啊，梅县哦，广东的梅关的基督徒10%，所以毋是讲客人的确心都硬了。即款的讲法咯，爱修改了吼，因为过去真侪原因，不过阮即摆要讲结果都是安尼啦吼。第二吼，2000年成立客家区会，伊当时参加只有13间教会，袂使做中会啦吼。2007年伫总会通过成立客家中会。全台湾哦，遐尔侪中会，唯一加2字的客家宣教中会。我当时开总会哦，有人甲伊问哦，为什么你客人特别安尼吼？他讲毋是特别啦，我代表当时我是客宣主委哦，我就代表客人甲因讲话讲，毋是啊。因为吼，这是阮自我的要求，甲家己的勉励啊。客家教会当然要向客人传福音，这第一步。第二咧，都毋茫讲，搁较侪教会啊，过去的忽略，即摆我著唤起大家的关心，所以用宣教做一个中会名。2000年到今年是2023啦吼，这中间。开拓8间教会，并经啦吼，3年开拓1间啦吼，10几间也讲，即马20间的教会要开拓新的教会，佮2年3年佮开拓1间吼，实在是真重大啦吼，这个需要大家的关怀啦吼。第二就是讲，都市内面的客人吼，接触福音了后，信主的可能性佮较悬。所以伫都市的教会内面设客家团契哦，是一个足好的宣教的策略了吼。感谢主了吼，相连教会毋领关心个成立，2007年就已经开始啊吼，到2007年就开始礼拜到今仔日，即客家团契长了吼，拜六因都有礼拜，全部拢用客户祈祷、吟诗。读圣经、讲道，全部用客话哦，实在是我特别来吼，我有一个感受啊，好像回到家一样，就是这款的感受了吼。所以相连客家团契哦，已经真侪真侪，迄个小型教，我无爱用弱小啦吼，小型客家教会真大祝福，因三不五时啊吼，拢会去甲因关心。连我伫华联哦，有山乡伊伫华联吼，凤林教会啊，客家团契嘛去遐甲因关心，所以互咱知影讲吼，相连教会我都做真侪真了不起的代志了吼。像是我伫遮绝对爱讲起一项，可能已经过去足久啊吼，因为2012吼，客话圣经新旧约出版。到近吼已经10几年啊，但是要知影，2012前26年的中间吼，客话圣经伫遐翻译，到2012吼出版背后吼，有相连教会非常大的支持，所以我替侪客人的同胞吼，甲恁感谢。为什么讲同胞啊？因为读客话圣经的人。毋免是基督徒，像是你可能毋捌听过这个故事的。
圣经要出版前，我捌甲一个佛教法师坐组会，参加一个研讨会。我甲伊讲，阮客话圣经要出版啦。第一条，甲我订客话圣经的人是一个佛教的法师啊，佛教的法师啊。还佫真侪遮个故事啦吼，所以客话圣经出版哦，超过大家想象，实在有伊真大文化上、宣教上真大贡献。背后双连教会有真大的支持，所以我伫即个所在向大家感谢啦吼。所以今仔日来徛伫一个客人的角色啦吼，嘛是即个角度来邀请大家继续来关心、关怀、支持整个台湾客家宣教迄款需要吼。毋望你的关心，诚侪搁较侪客人得到福气的源头，当心来祈祷。全能主上帝，你爱万人拢得到你的拯救，无爱一个人沉沦。你受伤无期待，遐尔侪客人也未得到福音。愿恳求主你，今日继续，命伫客家教会中间有马其顿的好写，嘛伫双连教会有即款的好写。愿借着你的假日来回应你即款的好写，来关心阮四周围也未得到福音的人。主啊，恳求主你伫阮的心内，伫阮的教会来做工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